點樣影呢個360相機特效？等我教你點整。由上而下見到自己，相機向上懟，附近個景點變成咗個 Tiny Planet。首先揸住部相機喺 eye level，然後舉高手向天懟上去，全程 keep 住望實部機。走去 keyframe 模式，今次喺 App 會用到3個 keyframes，再加埋 zoom。撳重新構圖，先加入一個 keyframe，之後播一播，去到差唔多開始懟支自拍棍上去之前，就加另外一個 keyframe，之後拉動時間軸。去到懟咗部相機嗰個位度，再加一個 keyframe， 分別幫呢3個 keyframe 改視覺。咁第一個呢就需要窄少少嘅，咁啊揀線性啦。第二個 keyframe 一樣，我係將佢揀線性。到第三個呢度放大鏡，我就將佢轉做小行星，之後拉翻好小行星嗰個比例，放大縮細，最尾撳上面更新關鍵幀，撳一下就可以去預覽。第一個 keyframe 冇嘢，第二個冇嘢，第三個懟上去變咗小行星啦。想玩得好啲嘅 tips 就係揀個四周圍都有嘢，分散喺4面嘅場景玩就最好。今日你就學識。